Hello，我係宇都宮日建工科專門學校嘅 staff。我哋學校位於日本嘅關東栃木縣宇都宮市，由宇都宮車站去東京車站新幹線大概50分鐘。另外，學校徒步到宇都宮車站只係需要12分鐘，非常方便。我哋學校有3大特色，第一點就係留學生喺就讀期間可以免費入住學校宿舍。學校宿舍就喺校舍入面，只需要搭電梯就可以落到課室上堂。房間設備完善，有廚房、浴室、廁所，並且提供免費 WiFi、冰箱、冷氣、洗衣機。第二點係所有課外體驗活動都係免費提供俾同學參加，唔會另外收費。活動基本上係同建築科嘅日本學生一齊參加，日語繪畫應用上都可以大大提升。第三點係老師專業，課程有趣，老師全部都係日籍日語教學專業人士，所有班別都係對應 JLPT。另外，十分注重繪畫同埋聽力練習，課堂上會有小組討論、個人發表、1年1度嘅演講比賽，俾同學喺日語溝通方面建立自信，為將來升學就業打好基礎。歡迎嚟我哋學校讀啊！